显示转入档，显示转入稿显示转入稿按显示转入稿。哇，好这样就可以看到字幕记录了。看影片学英文，看影片学中文。按下左边那个时间轴，就会播放那个时间点的影片内容啊。学英文呢，如果是有英文有中文，学英文很方便呢。要看图片呢，要萤幕取图啊，很方便呢。感恩。耗资1000亿美元呢。
花那么多钱。